8点宴会就开始了。我可能来不及了。那就下次。好。慢慢對情侶避不過別動，讓我再抱一會兒。你怎麼這麼黏人了？現在嫌我煩了？還好，我喜歡黏人的。如天注定我們走到盡頭，用力撞壞那天門，親手自救，難得這段愛情能這麼久。櫃子裡面那些跌打傷藥快過期了，你記得讓阿朱買新的。好。房間裡的窗戶太破了，我是隨便打的。要不要去逛逛？好啊。晚上有烟火。來澳島這麼久，我還沒有好好逛過呢。